做用预备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礼拜中请将你的手机关机或调成震动或是飞行模式，感谢大家的配合。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我们回到永光教会。我们在这里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在万有之上，他是至尊，是伟大的，并且是光辉的神。阿们，阿们。所以呢，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很高兴与你一起敬拜神，很高兴与你一起敬拜神。今天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幸福小组启发的开跑，所以呢，今天会有很特别的一个启动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也带着一个祷告的心。那我们要开始来敬拜，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起立。首先，我们要来欢迎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来造访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敬拜真是充满了神的恩膏，并且在敬拜里面，神也要带入医治，带入新生的恩典。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敬虔的来邀请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有个30秒的时间，你自己与圣灵对话，与耶稣对话。哈利路亚，是的，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全心全意，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的名。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我们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近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会堂不太一样？我们铺了新的地毯，哇，是，所以呢，这几周呢，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体验，没有冷气的体验，是，所以你心里面要不要为此忧愁？不用，感谢主。我们没有冷气，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毯，像过去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边，仍然可以自由的敬拜神，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等一下要唱歌，也要跳舞。唱歌也要跳舞。阿们。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一起带着信心来宣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要为主传福音到地极，阿们吗？因为我们每一个永光人都是神所拣选的百姓，阿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神。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领受着他使命，侧前被聆听，
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以生命见证，我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到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到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为此大声来宣告，就是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的掌声都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并且我们要带着信心宣告，我们已经得地为业，Amen，Am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并且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宣告，我们的国度是属于神的，Amen 吗？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有力量，Amen。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知道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
说，你的赞美好棒哦！你的赞美好棒哦！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用这一首诗歌点燃，成为我们对神回应的呼召。当我们来唱的时候，圣灵要挑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传福音不害怕，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 ，Amen 吗 ？Amen。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灵，祈祷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少年请我们，向我们献命你
感谢主，因着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断的被神的爱所吸引，那一份爱就让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在点燃。那当初你是怎么样来受洗的？当初你是怎么样决志要把你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圣灵的爱，让我们能够透过幸福小组不断的让新朋友，让他们认识这救恩的福音。神说我们在所行的事上享受他的荣耀与他的同在，我们所做的甚是美好。阿们吗？今天是我们的新的一个旅程，就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开始要来用启发来开跑我们的幸福小组，这是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尝试。所以呢，我们要来为我们从现在开始连续3个月的时间幸福小组，我们来祷告。神的灵帮助我们的组长，帮助我们的铁三角，帮助我们的组员，看见在外面还没有得救的灵魂，他们的灵魂的宝贵。阿们吗？让我们的幸福启发小组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神的爱。现在我们要来 RPG， 我们一个人找一个人，我们来赞美，来祈求，为幸福小组来祈求。然后你从你的心里面诚实的来祝福他。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你的恩典与荣耀。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因为你今天赐给我们的就是那最美好的。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幸福小组，主啊，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祝你动工，并且让我们在进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组长，我们的铁三角，我们的组员，要享受在这个启发幸福里边，并且把耶稣基督你的爱、你的大能分赐出去。祝福我们永光教会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直播的在现场的，你都祝福他们。主啊，真是在他们的家庭当中，祝你把那个极大的平安的灵放进来。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结束祷告。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净我们，向我们献礼你心意。
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很热，是因为你很火热。你很热，是因为你很火热。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境里面来敬拜神，这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学习。所以呢，很热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圣灵啊，帮我吹风一下，帮我吹风一下。你看外面天气有太阳吗？今天有，现在有。我看起来怎么是阴天？我一直祷告说，主啊，每一天都晴天，就这么礼拜天一定要阴天。OK， 你会很热吗？还好，还好，感谢主哈。等一下就凉了，有自然风进来，圣灵会吹风哦。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会很凉。你会很凉。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经攻读到此，愿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今天讲到的信息是启发与开窍，启发与开窍。我们要请董俊来牧师来讲道，我们先请潘牧师来介绍。哎呀，我们的马可教授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这真的是神的预备哈。然后我们的周牧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他的椎间盘然后压迫神经，所以呢这一个礼拜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站立，所以呢连睡觉也没办法哈。所以我们持续为牧师祷告。感谢主，然后呢，神就差了天使在我们当中来分担我们牧者的一个服事哈。我们大大的欢迎我们的董俊南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信息。多谢。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上帝的信息。我其实不是马可先生，我是保罗先生，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写保罗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如果把它扩大到整个的路加福音24章，我们会发现路加福音24章一开始讲到耶稣复活，但是很奇怪的，到了第13节，耶稣就已经复活了，他的门徒竟然是满脸愁容，满脸愁容这个不是很奇怪吗？耶稣复活，应该我们是满心欢喜，却是满脸的愁容。还好，到最后52节的时候，经文记载说，这些门徒就怀着极喜乐的心回到耶路撒冷，喝咖在，最后他们有恢复满心喜乐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些门徒为什么他们会满心忧愁，然后是怎么的转变，让他们最后能够满心的欢喜。那他们会满心的愁烦，如果我们来看第13节到第35节，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满心愁容，因为他们在谈论这个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说那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一个先知，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认识耶稣是一个先知，是一个拉比。那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不管他们再怎么伟大，
如果认识耶稣只是一个人，那人都会死，那死掉了之后，就一切都没有了，就一切都没有了。人死了以后啊，就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啊，钱就别人在花，不是他在花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两手真的是空的。那耶稣也是一样啊，所有全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执政者都是这个样子。他是皇帝，他是一个独裁者，他死了之后，他的手下就赶快跑，因为他的手上已经没有权力的，没有人要跟从他。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他现在死了，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那我们还跟他做什么？我们当然已经没有希望，所以满心的愁苦。那如果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这些门徒呢，他们有谈论到有一些妇女，他们在礼拜天的早上有去看耶稣的坟墓那个是这些妇女第一个可以去看耶稣的时间，因为耶稣是礼拜五的傍晚断气，拜五的黄昏等开，然后就马上埋葬，埋葬之后就进入了安息日，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从一天的黄昏开始算，算到第二天的黄昏，所以安息日我们说礼拜六，它是从礼拜五的黄昏开始算到礼拜六的黄昏。所以耶稣埋葬之后就遇到安息日，那安息日不能动，不能去看梦，然后就到了礼拜六的黄昏。那黄昏到了就晚上是好狗补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些妇女就不敢出去所以到礼拜天清晨，天未光告未归，那个是妇女第一个可以去看耶稣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去。但是呢经文特别强调说，这些妇女没有看到他的身体，没有看到。然后这些门徒呢也跟着去看的，也是强调同样的一句话，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故事。那第二个故事在36节到44节，就是他们一大群人这一些门徒后来去找11个使徒，然后他们就一起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而且跟他们讲说，愿你们平安。都到这个地步了，他们还没有认出耶稣来，他们还是没有认出耶稣来，反而以为他是鬼，因为人死了就变成鬼嘛这个是理所当然所以人死了看不到他，现在如果看到他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鬼魂所以耶稣就不得已就用2个方法来证明说他现在是有肉体的，不是一个鬼魂而已。第一个是你们来看我，用眼睛看；第二个用手去摸，第三个我吃东西给你看，我要吃空肉饭，我要吃卤肉饭我要吃那个碗粿跟鱼羹我吃给你看。因为鬼魂你看不到摸不到也不会吃东西，所以他要证明说我是肉体复活，不是只有一个鬼魂而已所以耶稣要证明这些事情。那从这一些呢，那我们可以分析出为什么这些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仍然满脸的愁容，是因为他们把耶稣看成一个人而已，他们把耶稣看成一个先知，一个人而已。那既然是一个人，那我就用人的角度、人的方法来认识耶稣，包括耶稣的复活，结果就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们坚持用人的角度所以他们也要用看的，我用眼睛看，眼见为凭。我甚至还要用摸的，我摸到了一个东西，然后甚至于我要看他像不像一个人，他会不会像我一样很妖怪喜欢吃东西，用这一些来证明耶稣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那这一些是人的方法，因为他们用错了方法。耶稣不是一个人而已，他本身也是一个神，他是100%的人，
也是100%的神。那这个世界没有这种东西，这种世界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相信一个100%的人，很多民间宗教的信徒，他们也可以相信一个看不见的神，但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神，这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了解。如果我们硬要用人的角度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误解，误解就会让我们心里愁烦，就会让我们心里愁烦所以呢，难怪这一些门徒他会心里面愁烦所以呢，就来到了第二点。那刚刚我们说他们是用错了方法，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正确去了解耶稣的复活，以至于耶稣都复活了，他们还是心里愁烦。那怎么办？那我们要用对的方法。那对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45节说，耶稣就开启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明白圣经的话。耶稣开启他们的心智，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了，耶稣开他们的心窍。所以是要耶稣先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认识。我们人要认识一个东西，要认识一个人，必须是平行的或者是下行的。我们可以认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认识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我可以看到人，我可以摸到他，我可以跟他谈话所以平行的可以。那我们要认识一个东西呢，必须是认识跟我们比较低的我还不认识的，我就没有办法去认识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同性。所以呢，因为耶稣是一个神，那是一个神的时候，他就超越我们，他超越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神到底长得是像什么样子。长得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读过理化，那个时候初中不是物理跟化学，叫做理化然后回家我就跟我妈妈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话，你们知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电话？有没有？电话是用来做什么的？没有啦，录影啦。现在那个电话拿来录影有没有？什么都可以做，就是没有拿来打电话。你们今天还有在打电话吗？好像很少。所以电话不是用来打电话的。那我就跟我妈妈介绍说，那个电话呢，就是我们的讲话有声波，然后电话把它转成电波，然后传到对方的电话，然后对方的电话接收到了这个电波，又把它转变成声波。那我妈妈说什么？吃饭啦，吃饭啦，你讲的听无啦，讲的听无。我妈妈是一个相当伟大的女性，她没有读过书，但是她要养3个小孩。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所以她一个女人没有读过书，做工饲3个囡仔，伟大。但是不敢讲这些听不啦。我跟她讲这个，她听不懂，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什么电波，什么声波，假崩较紧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个我们不懂的东西。那认识神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角度去认识神，只能请神你自己来告诉我。这个就是启示，所以耶稣启发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去认识他。所以在27节的时候，那耶稣他就亲自教导这些门徒来读圣经，是从耶稣的角度来读圣经，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读圣经。从人的角度来读圣经，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期待、我们自己的意见加进去圣经里面。好，那就变成了说，我们不是在读圣经，不是在领受上帝的旨意，而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灌进去，我们在利用圣经。所以那个是一个不对的方法。那我们要让耶稣亲自来教导我们，
他到底要来启示我们什么？我们要虚心来接受。所以第一个是耶稣启发我们，耶稣启示给我们。那第二个呢？后来门徒有认出耶稣来了。那他认出耶稣是有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在31节里面啊，在30节说耶稣拿饼向上帝感谢了，然后拨开饼啊递给他们。这个是在守圣餐，我们都守过圣餐，对不对？我们就把那个圣餐就吃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呢，就把它消化掉，啊，暂时还不要拉出来，先把它消化掉，成为我们营养的一部分，有没有？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圣餐吃较大块的啦，啊，啉较大奥的啦，让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养分啊。所以呢，我们是把耶稣的救恩变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养分了。也就是说，我们把耶稣的救恩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跟耶稣有亲密的交往。所以在第35节的时候，当这些门徒跟人家解释他们遇到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路上遇见了耶稣。当主耶稣拨开饼的时候，我们就认出了他，我们跟耶稣遇见了，不是远远的，不是我爸爸跟我讲的，不是我阿公跟我讲的而已，不是牧师的上帝不是牧师跟我讲上帝的事情而已，而是我自己遇见了耶稣，如果有2个青年男女在交往的时候，他们要不要约会？不可能都只有媒人在讲啦，媒人讲那么做好哦，这查甫囡仔吼，干那那个什么人吼，又高又富又帅这个查甫囡仔吼又年轻又温柔又不会呱呱叫，而且不会老，永远别老，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欧林柚嘛，洋娃娃所以那媒人来讲的话，都讲得非常的完美。那个不算，就算有人给我们介绍，不管被爸爸介绍的，还是妈妈介绍，还是朋友介绍的，最后你要自己去交往，你要自己去认识这一个人，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决定说，我要不要一辈子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那耶稣也是一样，不是人家讲，而是我自己要去体验，让耶稣的救恩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身体的一个养分。这样子的话，我才能够了解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呢，这个是耶稣他主动来启示给我们。那我们会讲说，不错这样子很好，那我能不能得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因为我们既然是天父上帝所生的，天父上帝创造了我们，他就为我们负责一切，所以他非常乐意把这一些真理启发给我们。差别就在于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心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门关起来，那耶稣的救恩到我们的门前，有时候是过门而不入。我在神学院刚刚毕业的时候，就派到旗山的附近一个很乡下的地方，叫做溪州大洲教会去那边当传道，后来就在那边封牧。那旗山出产一个非常出名的东西是什么？香蕉香蕉赞有够好吃弄小日本的所以我的教会前面是一条小路了那右边、左边、后边都是香蕉园都是香蕉园。那我们的后面其实是一条水沟，一条圳沟啦，那是灌溉用的水沟那这个灌溉用的水沟呢，当他们要灌溉的时候，水利会就会把水放到这个水沟里面。这个水沟平常是没有水了没有水，要灌溉的时候，水利会就会把水放过来，然后这些农夫呢，就要把那个圳沟那个沟渠跟田当中他们都会挖洞，因为那个圳沟是用水泥孔起来会挖洞，然后他们用土把它堵起来
土堵起来的时候，那个水就过去了。那我要灌溉的时候，我就要把那个洞清干净，那水就流进来。那如果我懒惰，没有把那个洞清干净的时候，水是有，但是它就流过去了，它就流过去啊！我这苦产还是没有水啊，所以呢，我们要把那个洞挖干净。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启示，一定有在那个沟渠里面。沟仔内底有水啦，有水。但是你的空要清好清去，你的水空若无清去，沟仔内底有水，跟你无关系。我们如果不把那个洞清干净，那个沟里面虽然有水，跟我们没有关系。耶稣的救恩绝对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的启示一定在我们的身边，就看你的心有没有开，就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开。所以我们要让耶稣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要有谦卑的心、柔软的心，把我们的心打开，然后跟他心对心、灵对灵，他的救恩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那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之后呢，耶稣就给我们一个使命，说圣经有记载说，基督要受害，第3天要从死里复活，你们要奉他的名，把悔改跟赦罪的信息从耶路撒冷传到万国去。这里提到耶稣受苦，耶稣受苦有2个意义。第一个意义，他为我们受苦是要赎我们的罪。第二个意义呢，耶稣做这些事情其实是要做模范，让我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牧者，牧者在带羊的时候牧者在赶羊的时候，牧者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后面，站在后面是赶鸭，不是在顾羊嘛？赶鸭就是站在后面拿一个压机，扫水机嘛有无在赶鸭。牧者是走在前面，因为他要带路，因为在荒野当中，羊不知道哪里有草有水所以这个牧羊人要先去找完了以后就回来带这个羊去的时候，这个羊不知道路，那他一定要跟着这个牧者，所以是牧者走前面，他就跟在后面。那跟在后面要跟一段距离你不能跑到那个牧者的前面去，变成你在带牧者我们才会吵一堆。而且你要跟着他，但是又不能拉太远，有时候因为那个荒烟蔓草有时候那个牧者已经转弯了，你都还不知道。所以羊要跟着牧者，所以耶稣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他就是做我们的模范，然后要我们跟着他来学习。所以耶稣都是做模范，然后讲一句话 ：Follow me，跟着我的脚步来走。没有跟着脚步走，我们找不到那个水，我们找不到那个草，有时候还会掉到那个悬崖的下面去，有时候我们还会遇到野兽的侵袭。所以要跟着我们的牧者。所以耶稣做这些事情当我们的模范，意思就是说耶稣在十字上受苦，那我们也要学习他的模范，要受苦。那当时的模范要受什么苦？2个苦。第一个苦，他要把这个赦罪的福音传给万邦。这个赦罪，一个人如果罪得到赦免之后，他就得救了。那这么好的福音要传给外邦，那当时的犹太人这件事情他们不愿意做，因为他们长期被外国统治，在新约的时代是罗马帝国在统治，那这些统治者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很怨恨这些敌人，那要把最好的福音分享给他们，那怎么可能？所以这个是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命令他们一定要去做，非常的苦。那第2个苦呢，是要传悔改的福音。那要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悔改的使者呢，他自己要先悔改所以呢，门徒要先悔改。悔改没有那么容易，你要先知道你错了，然后你还要承认你错了，
那最困难的是你要把这个错改过来，3关都很难过，而且是一关比一关更难，一关比一关更难。但是呢，你不悔改的话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要到那个花莲去，我们要往哪个方向走？到花莲，来去花莲吃麻糬，来去花莲吃便心。我们先往东啊，然后我们跑国五，然后先往东，然后往南，对不对？如果我们从台北我们从台北一出发就往南的时候，那会不会开错路？开错路，那开错路有2个办法，一个就赶快悔改，绕回来，有没有？不要马上绕回来，要找交流道找交流道再把它绕回来然后我们就到花莲去吃便心另外一个办法呢，西岸给翠杯，反正呢地球是圆的，我绕一圈还是可以回来，那你就去绕吧，那你就去绕所以你要不要悔改？你要不要悔改？悔改不容易，所以呢，我们需要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呢，到今天的经文最后也说，你们要在这个城市等候从上面下来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去实行这些耶稣交代的使命，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而是靠圣灵的力量。我们也是靠圣灵的力量，所以只有复活的力量给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使命。然后呢，这个耶稣的复活也是在胜过死亡，胜过十字架的死亡。所以这个复活也是在给我们一个胜过我们用错误的方法来了解耶稣的这个错误。我们要胜过他，我们不要再用错误的方法，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来认识耶稣，然后耶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牧者，耶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恩，然后耶稣复活了，我们就可以满心感谢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复活所要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手上都有一个金碗，这个金碗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拿到一个金碗了。如果我们满心感谢，那我们就是有拿到这个金碗。如果我们还是心里愁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拿着金碗去赶奔的那个乞丐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拿着金碗，利用这个金碗，而不是当一个拿着金碗的一个乞丐。所以我们要让耶稣的启发，让耶稣的启示，让耶稣的复活，让耶稣的救恩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亲自遇到耶稣，我们要亲自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让他的救恩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养分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了我们，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用这个来启示我们，来启发我们。我们要背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然后我们要领受你复活的能力。求主你祝福我们诸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跟随你，像羊跟随牧者那样子，一步又一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董牧师在分享的，有没有回忆到，就像我们更新营在讲的，生命就像什么河流？对，就像一个河流，生命就是一个河流。所以你的河流呢，要不要清洗？要清洗。我们的生命呢，要清洗，基督的爱就能够进来。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呢，能够聆听到董牧师他给我们的分享，这些的话语都要成为我们内在的能力，所以我们充满了信心。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仪式，好吗？首先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区长，他们要来为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活出爱》。
幸福小组呢，是神量给我们的产业，也透过我们每一个小组在幸福小组里边呢，带出更多神的话语，来让生命得着救恩。好。我们给他们掌声一下，要不然他们很紧张。这些的区长带领着我们每个小组持续的往前，所以他们要来唱这一首诗歌，带出爱。尖叫！因为神他把他的爱先分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把爱分赐出去。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因为你在这世上，是因为神你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爱人。感谢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大能充满在我们里面。谢谢主，因着我们的永光教会要在这个幸福小组当中，主啊，要把你的爱分赐出去。愿主你的灵真是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要继续的说，主啊，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请我们的小组长激励我，这些都是要带领我们开幸福小组、启发小组的。哈利路亚！我们的区长来站在牧师的旁边，区长。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
主，给我们这些的组长们，平常牧养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他们要带领我们。特别这一次我们是用启发，所以呢，我们在启发的课程呢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在这个新的开始呢，我们的副长、我们的组长，他们都愿意来担任这样的副长的服事，然后来带领我们往前进。阿们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挥旗。我们幸福小组呢，就是要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呢，神的旌旗出现了，所以当我们挥起旌旗的时候，我们要宣告这个土地就是属耶稣基督的。阿们。每一个家庭都是属耶稣基督的。阿们。好，感谢主。好，那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哦。好，那今天周牧师不在，我就请亚伦传道。好，来。我们预备好哦，我们的副长预备好了吗？好了。呀，好，1、2、3，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好，好。我们底下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像在看戏一样。起立，起立来，一起来呐喊！我们的军队是全部都要一起往前进的啊！好，预备好，好。我们呢，前面3次呢，先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然后呢，等一下换台上的哦，好不好？好，我们呢，给他们掌声啊！我们呢，在站立的弟兄姐妹，1、2、3，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来，加进来，征战得胜，得地为哈利路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阿们，阿们。我们来唱幸福，幸福，幸福会唱吗 ？OK， 是的，我们要把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那个幸福要分享出去。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幸福神要赐给你满满的。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预备我们的动作，预备啊！幸福是真心实在拥有你，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力，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一起动作。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给别人，旁边的人。领受力，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
看顾你，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感谢主，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44个小组，我们要来推动幸福小组哈啊。其实我们所有的小组都推动，除了儿童哈儿童之外，所以我们所有的青少年呐哈，包括我们的乐龄，我们都一起来推动。那我们在推动幸福小组的期间呢，我们会给一个幸福的奖励金。这个幸福的奖励金呢，就是我们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会运用这个奖励金送礼物给他，或者是买东西这个幸福奖励金就是运用在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里面使用的。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把这个幸福奖励金呢，来颁发给我们的每一个小组长。所以当我们颁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热烈的掌声，热烈的来鼓舞他们，阿们吗？好。这是我们再次用掌声来鼓励我们的组长，好的赵明辅组，哈利辅组，看不到，慧珍辅组，这是赵明牧区，来往前，恩慈辅组，小平辅组，好。玉喜牧区，请往前。来，请副长们往前。来，大家拍手掌声，恭喜这些辅组。好，请往后来，下一个牧区往前。丽娜牧区。好，秀莲牧区。往前，往前，来，往前。好，秀莲辅组，秀菊辅组，好，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好，好，丽娜辅组，志顺辅组，玉珍辅组，雨欣辅组。欢迎豆豆牧区，大家再一次掌声！豆豆辅组、信如辅组、知和辅组，还有名家辅组。好，接下来是慧燕牧区，来慧燕辅组、慧华辅组、米粒辅组、彩迪辅组。接下来是央的波波牧区，波波辅组、正廷辅组、怡静辅组、思慈辅组、嘉佑辅组、青少年牧区，本玉辅组、怡贵辅组、平安辅组、以乐辅组，还有我们幼生辅组。欢迎永伟牧区，好，永伟辅组、文文辅组、崇文辅组、志豪辅组、健身辅组，好，请回。欢迎国宾牧区，掌声加起叫啊！来，国宾辅组、主恩辅组。玉兰辅组、曹兴辅组、宜林辅组，为我们乐林牧区。好，那我们后面的再往前。来，全部人往前一步。感谢主，这些的辅长，我们要透过祷告来托住他们。让我们在整个启发的
这个升级的幸福小组的时候，给他们有智慧，并且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我们的组员，我们都是最大的团队，阿们。所以我们都是神队友。因此呢，我们有新朋友、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是你有你的同事朋友，你要让他认识这个福音，就如同我们的董牧师刚刚所介绍的，这个福音是每一个人所应得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福音呢是一个永恒的福音，阿们吗？所以我们都拿到了红包，对不对？哇，太棒了！所以呢，我们拿到红包了，总不能白拿，对不对？现在呢，牧师呢要请我们的这一些穿紫色衣服的，然后呢上面还有写组长，有没有？你们有看到吗？他们的衣服上面都有标明他们是好，他们要来为你们祝福祷告，所以呢，他们要开始行使神给他们的一个祷告的权柄跟能力，好吗？那我们的组员，我们的小组长，现在呢来到我们的会众当中，你有感动，你为一个人祷告就好，为他祝福。好，来，我们的活出爱继续来，幸福还是活出来？幸福，活出爱。好，你找一个人，你让他操练哦，哈，我们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操练，他们要为你祝福。哈利路亚！你要相信，组长给你的祝福是一个大的能力跟恩典。他如果没有为你祝福，你不要放走他。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如果他是在椅子中间，你可以请他到走道里面，你来为他按手祝福祷告。有心爱，把心中还有教仪厅的也有。活出来。哈利路亚！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祷告完，我们的小组长站到两旁。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我们一起唱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会众手牵手，我们组长也手牵手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来，让我们用手语来。耶稣的
两旁的我们的小组长们，是他们这一件的制服是特别为这个启发而做的。你们向后转，是这个灯塔代表着一个启发，是启发呢，是从一个很多人他对这个信仰、对这个生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透过影片的启发，然后来帮助他们看见生命的可贵，看见生命的价值。阿们吗？阿们。好，小组长，谢谢你们向后转。是，所以呢，以后呢，在礼拜天他们会常常穿的这个制服，然后来服侍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来礼拜的时候，都会得着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那这个时候，牧师要来祝福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让我们顺利的往前，好吗？我们手牵手，然后我们也跟会众把他手牵起来，好不好？好，我们没有隔绝的，我们一起把幸福向前迈进，在这个世代里边。好，中间也可以牵起来。中间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后面也可以牵起来，是跟旁边的人牵起来哈，是，这就是在基督里的爱。你唯有在教会里面可以享受这真实的爱。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主啊，你的名在万民之上，主啊，你在万神之上。主，你因着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享受在恩典当中。主啊，你为我们的罪，你定了十字架，你救赎我们。主啊，你复活，并且也要叫我们复活。主啊，我们的生命就是因此而得着那价值。谢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可以延续耶稣基督你对这世界的心意。你把教会放在这世上，并且差了圣灵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主，我们遵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出去，并且呢，我们要把人带进来，让他们享受在基督你爱的家庭当中。因为我们得着了这福分，我们不要独吞，我们要把耶稣那最美的爱，那天国的爱，那国度的爱，要分赐在每一个人，在这个社区，在我们的台湾，甚至在世界。主啊，因为这是你预定要成就的，你要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小组长、副长。主啊，让他们充满了信心，让他们看见这幸福小组的盼望，让他们看见他们与神同工的能力。主啊，你要祝福我们的铁三角，祝福我们所有的组员。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走在这传福音、宣教的行列，就是圣灵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被神来使用。因为主，我们与你同工，我们就得了从神来天上的福分，也叫人因此得着那生命的价值。谢谢主启发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奥秘，让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我们领受这恩典，也要分赐出去。我们在今天宣布我们的启发幸福小组启动。神，你要大大祝福我们永光教会，为主得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一次给我们的副长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你的组长有在这里的，请你站起来看着他，对他掌声好不好？你的组长在哪里？你对着他，你跟他掌声。哇，你跟他挥挥手。哇，感谢主，感谢主。有看到你的组长，看到你的组员吗？哇，他们极大的鼓舞你们，感谢主。大家请坐，请坐。好。
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领出我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起立。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领出我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主持。我们等一下呢，我们祝祷完，我们要来拍全体照。好，我们等一下呢要来拍全体照，所以呢，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请我们的区长、组长，我们穿着就来坐在前面啊。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会来拍全体照。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教会的消息。好，现在播放的是我们8月份永光教会青少年所举行的撼动星球，耶！我们的福音就是要震动整个地球，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基督是这世上最伟大的神，是救恩的神。这是我们去年举办的撼动星球青少年的营会。Thank you for the day that you have made. I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I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Thank you for the breath inside my lungs.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that's never giving up. For God t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And if you believe in Him, then you're done already won. So praise God, so praise God, so praise God. 这些的青少年在那里，学得了许多，也交了许多的组内的朋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青少年的营会。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呢发挥他们的才华，而且学得了好的品格，怎么样尊重你的父母亲。所以呢，我们在8月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邀请来报名哈。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我们家里面的孩子，或者是邻居朋友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事工。好，这是我们的导读，我们一起来念黑色的部分好吗？来，请你将你也约伯记10章。好，他说神他将生命跟慈爱，我们最需要神的慈爱，所以呢，神已经把这一切赐给我们，并且保全了我们的心灵，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阿们。好，再来。好，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保罗。好，我们的董牧师、董博士在我们当中。去年有马可营，牧师今年是什么营？啊？哦，我们今年10月呢还有一个圣经营。那董牧师呢，他说是神机营。阿们。我们期待哦。那董牧师呢，他在这一次回来了，他呢在之后呢，他会在医院呢会动一个小小的手术，所以我们要不要为董牧师每一天 RPG 祷告？是让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壮的，然后常常有机会来永光，回来永光啊！感谢主，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胡牧师在吗？胡牧师。董师母在吗？啊，我们的胡牧师呀，也欢迎我们的胡牧师，我们的董师母哈，感谢主，他们在我们当中真是为我们带来了祝福哈。好，接下来，好，这是上个礼拜亲子礼拜有礼拜部的训练，所以呢，家长小孩要训练怎么样来接待诗献啊，还有诗会的同工，还有乐团。感谢主，我们现在乐团我们兴起了小小童工、小小鼓手，几岁你们知道吗？7岁，他就可以开始打鼓服侍神。哇哦，感谢主，7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训练的都要从小的就要开始，让他呢从小就奠基在教会，在基督的恩典里边哈，很棒。好，再来。好，我们的金兵营是昨天的，总共有12位来结业。他们的组长说，你们从成长班一直到现在领袖班，哇，你们的成熟度跟健康，还有你们的容貌都不一样嘞，越来越荣光，而且分享呢，很有那个生命的内涵。我们为这些金兵营结业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学员，我们掌声恭喜他们。好，如果你还没有报名我们的永光的学校的，要赶快来报名哈。好，接下来，好，那我们今天的启发，感谢主哈。我们等一下有培训的课程，是我们辅长的备课，一定要参加哈。好，接下来，复活节呢是在4月5号，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报名受洗。还有，如果你在永光教会已经在这边参加小组，然后你愿意委身在永光教会与我们一同传福音，我们也欢迎你可以把你的会籍可以委身落户在永光教会，我们会跟你一起前跑哈。好，再来，那好，这是复活节，再来是长执会跟小会呢，4月5号要开会，我们来注意这个时间。好，那这是我们今年呢，我们开拓的8个小组，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时间上面哈。好，总共有8个小组，都是新的，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我们呢也常常来纪念他们，感谢主哈。一开拓，然后就有很多的新人进来。下个礼拜天我们要颁发青少年还有儿童的信仰培育奖励金哈，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周报的名单。下个礼拜你要亲自来领奖哦，你不能够叫你阿嬷来领奖哦哈。好，所以呢我们亲自来领奖。好，接着，好，那撼动星球我们也知道赶快来报名哦，抢名额。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门徒建造营呢，上一次呢有6位来结业哦，上帝也继续的来带领这一些的学员们。好。再来，我们的门徒班跟领袖班已经在每一个周6开始，周5晚上是成长班，周6有2班的
门徒跟领袖班。好，那所以呢，我们的学员呢，按着我们所规定的来完成。你呢，每一次要写功课的时候，就圣灵给你能力，所以你会大大的充满。阿们。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内部，我们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地面，对不对？好，那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会更大的工程要进行，所以我们也持续为我们的工程进行都能够顺利来祷告。好。那因为我们的工程进行了，所以我们呢下个礼拜呢，我们要先观察到底整个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晨祷呢会暂停1周哈。好，接着那传道部呢，台北中会传道部的长职训练，我们来看一下长职来报名。好，那我们的现在空调的专款，我们来到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来念出来，请。好。那这样，这个工程费不晓得够不够，我们继续来奉献哈，一定要让它够，阿们，不要做到一半钱不够，然后呢，不做了，哇，那我们就难过了，因为我们要期待赶快有冷气哈，是，所以上帝的整个带领都能够顺利。好，那这一位呢是昨天牧师呢去到医院为这一位的姐妹，就是景明的母亲，好，景明的母亲的一个受洗，在新店更新医院，上帝也祝福在这个家庭。那好，接下来，好，那乐龄营呢，他们礼拜2要出游，哇，他们等好久，终于可以出游。是，所以呢，我们也为这些的乐龄营的弟兄姐妹哈，常常为他们的平安祷告。好，再来复活节有巡弹，好，接着再来儿童牧区呢，他们的金句王的一个比赛，好。我们的央青城市寻宝还有几个名额而已，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再来，我们代祷的部分，为我们的周牧师哈，他脊椎的部分，那求主帮助他，让他可以赶快可以走路，可以赶快能够不痛，也可以好好的睡觉哈。是，所以周牧师昨天因为他身体不舒服，所以昨天的精兵营的课程就都要潘牧师上，一天要几堂课？要8堂课，所以呢，亚伦传道呢分担了一堂的敬拜赞美的课程，非常的棒，学员的反应都非常好。那其他的6堂7堂都要潘牧师，所以呢，潘牧师昨天呢上到5点多，又接到这个姐妹呢在医院呢快临终了，所以又赶快利用大家吃饭的时间，牧师呢跟亚伦传道就坐计程车赶去新店更新。为他施洗，为他祷告，再赶回来继续上晚上的课，是，所以呢，感谢主，你们觉得我疲惫吗？感谢主哈，真的是神在我的里面，真是有一个喜乐，而且服侍众人，服侍大家，就是牧师最大的喜乐哈。好，所以我们继续为周牧师祷告。再来，还有我们的景莹，招得小组的组员哈，因为车祸，但是他的恢复也很好。继续为景莹，还有我们的玉兰小组的竹子，他也需要我们更多来为他守望。好，再来，好，那我们的孟峰的母亲别逝，所以呢，我们要在他的家里面举行平安的礼拜。好，孟峰有在这里吗？淑珍有在这里吗？好 ，OK。那他们可能在家里面忙着这个守丧的期间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就是孟峰的母亲，她还没有信主，是，所以我们在孟峰的家举行平安礼拜，然后这是他们举行告别式的部分，那我们就不过去哈。好，再来，再来就是我们也与丽娜长老哈，她的心我们也带下安慰，她的父亲呢在3月19号就是礼拜4安息主怀在台中。那礼拜4呢，刚好我们永光又有一个黄伞姐妹的告别礼拜，所以呢，本来我们的丽娜长老她是关怀部的部长，她那一天也要施勤，哇，6点多接到电话，她就没办法施勤，说得赶回去台中，是，但是神为我们预备很好的同工都能够补上来，就像那个雁行理论一样，软弱的，然后呢退下来之后，后面的人赶快补上来。是，所以我们永光教会透过培育学校，我们随时都可以补上来。昨天呢，金兵营的时候，牧师因为接到这个临终的电话，所以牧师要赶去那个医院。是，所以课程怎么办呢？
哇，因为牧师要赶去，那这个课程要空着吗？还是大家先回去以后再上？哎，想一想也不对啊，你知道吗？我们的执行官永伟长老，他就说：“牧师，我来上。”哇！我们同工都随时预备好被呼召，阿们吗？感谢主，而且呢，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的小组长随时都 stand by 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操练是要被神使用，是随时待命的哈，阿们。好，所以呢，丽娜长老的父亲胡景和弟兄在台中，所以呢，在台中呢，在4月1号，那由我们永光教会来主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4月1号。我们会到台中来，为丽娜长老的父亲来办告别礼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呢也可以看一下你的时间。好，接下来，另外呢就是这一位刘克姐妹呢，蒙主恩召是景明的母亲，景明有在这里吗？好，景明哈，好，这是景明，我们的景明是秀菊小组的景明弟兄是。所以后续呢也有告别式也要办理事，所以我们也纪念，也常常为景明祷告。好，请坐，景明。好，再来。好，那我们要来介绍朋友。好，在介绍之前，我们的黄闪姐妹在告别礼拜当中，弟兄姐妹过去一直祷告，然后参加告别式，所以月娥姐跟月娥，还有黄闪姐妹的儿子，就是月娥的丈夫。启贤弟兄，他们今天呢，来参加我们的礼拜，也来认识我们的教会，也跟大家谢谢我们长期这样关心他的母亲。好，他们来跟我们答谢，也欢迎你们。每一个礼拜，启贤兄你都可以跟月娥一起来这边。好，请坐，上帝祝福你的家。好，接着，好，那我们来介绍新朋友。好，志文是彩凤所带来的朋友。好，志文在哪里呢？志文，哇，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志文。所以现在在名家小组里面，好，感谢主。所以呢，志文，我们欢迎你，每一个礼拜都来到这里，与我们领受这个福气。好，再来我们的杰瑞，好，杰瑞，好，哦，你来了，哇，感谢主，我们的青少年宝宝哈，现在不是宝宝了，现在是一个很帅的帅哥杰瑞 Jerry 哈。好，上帝祝福你。你有没有去教会？好，回来永光。OK， 上帝要祝福你哦。以前你跟牧师，我们都还有一段在青少年的故事，你回来牧师再跟你讲。好，那这2位呢？我们一次的欢迎。所以，请我们的志文还有 Jerry 来，我们的迎宾同工要赠送给你们教会的小礼物。好，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好，那我们唱这诗歌唱完，然后祷告完的时候，记得我们要大合照哈。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好，我们来向旁边的人，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高兴。再看另外一个人，再跟他说，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请董牧师向后转，我们跟牧师说，我们爱你。我们依然站立，董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惟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启发跟保守与你们同在，到永永远远为止。阿们。在直播上的弟兄姐妹，上帝也祝福你们平安，不论在任何地方，神都保守你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来大合照。那请我们的穿制服的小组长，我们来到前面。那我们的会众就在你的位置上往前靠，我们来大合照。我们要做一个幸福启动的留念。好，我们往前，好，我们都往前。好，那我们的同工们来，我们来到前面。好，我们可以在做摇滚区。好，来，我们来。好，这边也可以做，前面都可以做。好，我们弟兄姐妹过来，我们用3分钟就把它拍完。好，我们中间不要空，中间都坐满人。好，来，我们可以坐下来。前面摇滚区也可以坐。好，我们来。好，来，这边也可以坐哈。好，好 ，OK。好，来，你们 ，OK， 好 ，OK， 好，来，好，我们都靠过来。好，那个，好，我们后面都靠过来。好，来，你的小组长有在这里，对不对？好，我们靠过来。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拍照。好，来，志豪你在中间，佳宇你在中间。好，来 ，OK， 我们后面的都往前。好，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往前哈。好，来，中间呢把它塞满，中间把它塞满。好 ，OK， 中间可以把它塞满哦。好，好，来，锦明你也到前面来拍照，来，都来，都。